以往高端的猎手都会以猎物的形式出现，而通常被他锁定的目标还浑然不知。就这样懵逼的老六被小美不知不觉的迷晕，于是像拖死狗一样将他拉进密室，再用仪器复制了对方的瞳孔，用复制的瞳孔向保险柜发出指令，再拿起他的手指打开保险柜，取出和对方有关信息的银行密保，最后在没有任何的风险下拿走老六440万英镑。可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马上就会发生。小美听到声音，立刻堵在门口。Who are you? I'm his mistress. I'm his mistress. 通过某女郎的尖叫，门外的保镖立刻冲进来查看。幸亏小美早有准备，临走前还很有礼貌地和对方打了个招呼，再潇洒有型地离去。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还没等小美喜悦，就被恭候多时的警察人赃俱获。然而更荒唐的事还在后面，策划缉拿他的小帅却调转语气提出了一个无理的要求。小美听到他的要求，顿时陷入迷茫。一个是最会抓贼的 FBI， 而另一个是名扬四海的江洋大盗。不管怎样看，他们在一起也不会和谐。之所以小帅会提出无理请求，全因为不久前卡斯蒂博士发现了安东尼与埃及艳后的金字塔。虽然金字塔里只剩下安东尼一人的棺椁，但这也是目前历史上最具有代表意义的重大发现了。也就在此时，科考队听到异响过去查看，一双双通红的眼睛看得众人毛骨悚然。正当大家怀疑人生时，对方率先发起攻击。只需几秒钟的时间，其余人就都见了阎王，只剩下卡斯蒂博士一人幸存。同样，这伙文物贩子也是冲着棺椁来的，并且还绑架了卡斯蒂博士。临走前，他们甚至还炸毁了极为重要的金字塔。然而，小帅就是接到上级的命令，派来营救博士，抢回棺椁。而小美是最了解文物贩子销赃方式的人，所以小帅才安排了这一切来邀请他的帮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也不允许小美说话，他只能委曲求全的同意。很快，小美就带他来到地下交易的黑市。小帅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，看什么都稀奇，但小美却把目标锁定在小黑的身上。先是利用美人计接近他，在对方意志放松时顺走他的手机交给小帅。So sorry. Honest mistake. I was distracted by the You have done quite enough. Thank you. Thank you. Sorry. 小帅在利用黑科技破解手机的防火墙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配合密切。可小黑能在黑市混迹多年，也是有一定的警觉，无形间就识破了他们的计策。